下，抱一下，抱一下啊！太棒了！好嘞，叔叔也抱一下。啊，算了。沙啦啦啦啦啦啦呀，还有老鹰呀，有上去爱里给跳摆。这个是双音。今天木窗和狗子运动机有变哦，哎呀。那么你把这个献给他好了，更气是不是？你在侮辱我。亲近中啊，闹热大擂台，闹热中下台。好，今日呢冠军积分赛 T4 礼拜比赛啦，哈。唔知今日呢先输会带来乜个精彩好听嘅歌曲嘛？哦。看到参赛者一片啊，按多人。哎呀，好。啲喺觀眾係喺乜嘅發生乜嘅事？根本不參賽朋友5位嘛，因為多出來按多位哈，係啊。嗰種海鮮用嘅。係啊，都嚟做乜嘅啦？哈。可能是就啲了。好，我哋介紹下呢今日嘅評審先生。羅格利先生，總地先生，東東老師，請司機先生，請這位先生。好。先有請到羅格利先生來講下今天嘅主題。好，大家好，今日嘅比賽嘅主題呢係意氣相挺，密嘅考驗。雖然講前來嘅好朋友嗬，佢唱歌嘅好快，不在今日嘅評分範圍之內。唔過呢，我要強調就講，雖今日嘅主題按到密嘅考驗嘛，考驗唔兩曬嘅密嘅嘛。有朋友唱得好，唱得快，基本上嚟講唔會影響人嘅分數，但是唔兩曬嘅密嘅，你們兩個人的默契還是在評分標準裡面，所以呢，還係重點就係講，人嘅partner，人嘅好朋友呢，嚇，還係盡量好好的表現。唔期間呢，也要更加的力爭上游，主要就是考驗各位的默契，好冇？加油！好，所以今日也到參賽朋友，一個朋友讓佢來提意氣相挺嘅嚇，來提吹。提吹，梁先生帶到也朋友林奕涵，有一唱有個英文歌嚇，乜個歌啊？咩啊？他講沙啦啦啦，落太雨。今天非常感谢我的好朋友雨涵一气相挺，还特别的帮我编舞。虽然我的肢体很不协调，我们也只能利用假日的时间练习，但相信经过我努力的练习以后，一定会有很好的表现。雨涵，一起加油吧！千個跳擺，眼裡向下唱歌，眼裡向下跳舞，散發出黑天堂。跳擺，跳擺，記得記叫以前嘅跳擺，眼裡向下蹦蹦，眼裡向下顯現，讓下出黑未來。沙啦啦啦啦啦啦呀，哈嘍太陽呀，有上去跳擺給你。沙啦啦啦啦啦啦呀，哈嘍太，主唱 F 出給一種太。沙啦啦啦啦啦啦呀，還有老鷹呀，有上去愛裡給跳擺，散發出黑天空。出黑未來，哦，沙啦啦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啦啦呀哈，有老鷹。
下唱歌，眼里向下跳舞，散发出黑天堂。跳摆，跳摆，不记得去求以前嘅跳摆，眼里向下蹦蹦，眼里向下显眼，俩下手黑飞落。沙啦啦啦啦啦呀，下楼台呀，要上去跳摆给你，上去跳摆给你。沙啦啦啦啦啦呀，下楼台，就像按分数给一种台，按分数给一种台。沙啦啦啦啦呀，下有楼，要上去按你给跳摆，上去按你给跳摆，天堂。俩下手起飞来，哦，沙啦啦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啦啦呀哈，又来。哇哦！谢谢。哇，廖美安的客家节青春美少女。姐姐好。对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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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雨涵好久不见了哈，长大了呢。雨涵哎，我们第一次见，第一次还第二次？第二次见了。上次他当魔王。哇，哦，有一摆，对，有一次。那个刚刚舞蹈是谁编的？他编的。哇，好棒哦，很青春。哎呀，你那个 J Girl 还在吗 J Girl 啊？单飞了。对。都单飞了。我今天看到你们这个组合啊，我觉得也可以再成立一个类似这种团体呢，是懂站呢。希望。因为我们客家说真的，好像目前没有哈，没有这种美少女的团体。其实可以弄一下。诗慧老师没有成立吗？你跟慧茹老师可以成立一下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诗慧老师是要成立欧巴桑团体。来，谈一下那个原创作人。哦，对，罗国立老师。前面有讲过嘛，今天是默契考验嘛。就默契上来讲，你们今天的默契是100分，完全。虽然有一句雨涵的歌词有一点点小小的 miss 哈，不过前面有讲过哈。你这个 partner 的分数不列入评分。那看整体的默契来讲，那除了默契100，然后你们今天的那个肢体也是100，对歌的诠释各方面都很到位，都是100。我给你们很高的分数，很棒，很棒，真的很棒。10分，哇！好来看一下分数，来看梁先生的分数。有10分，有9分，有8分。哎，那个8分，那个欧巴桑的，你是嫉妒吗？徐世慧老师，嫉妒吗？没有啊，我哪有嫉妒？看到他们那种小鲜肉这种美少女，你的也不错。你的欧巴桑团体如果成立的话，我会去剪彩。真的吗？时代的副团叫少妇时代，好不好？其实你可以跟他一起啊，对不对？少妇团体是不是？其实你表现以后，只是说萱萱，我今天会打这个分数，其实有一个部分，我其实一直想要跟你讲的是，其实你的咬字上面，其实我都觉得修得太正了。鼓手我会感觉讲，隔壁雨涵唱国的方式，他咬字方式，我觉得比较生活化。可是你的咬字让我觉得太切了，我可能会希望再贴切一点，给省发一按那，我觉得会更好。我甚至给10分都没有问题。好，安子噻。谢谢。力量 V 啦哈，对啊，你找到一个很好的安呢哈，跟你帮你的朋友，抱一下，抱一下，抱一下啊！太棒了。好来，叔叔也抱一下。啊，算了，回座休息。谢谢。你被看到你那美少女会抱一下。哎，我都可以生他了，你生得了？你想到哪里去？生他哦。哎，年纪来讲啊，48岁呀，对嘛？今仔都还忙20岁呢。40岁也要。看不出来。看出来哦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像40岁一样的哈，还是看起来像50。要逼我。来杀他的呀，主。林司令，哎呦，帶落陳振飛，帶來
求婚。哎呦，来看看啦。为了这场比赛呢，我今天特别请来了我儿子的干爸，他是歌王哦，然后呢也是我们苗栗的主11哥。那虽然我们之间都很忙，没有时间做私下的练习，但是呢，我相信有这个歌王的加持，今天应该会得到好分。喜爱深冬球，曾深度给你看到你，爱会担心。你黑暗也是你，一次等待给你，受了你，爱我心在。怎会本爱看到人生的希望？只有你，怎会本爱看到幸福的声音？爱上爱你，做那个信仰，好好老你下，好好老你爱。无本骗你来抢。你喜爱深冬球。曾倾倒给你，看到你，爱会担心。你黑暗也是你，一次等待给你，受了你，爱我心在。爱上爱你，做爱的心肝命台，老你抬起来，抬在爱身边，随心随意保护你，甲本爱好梦。本爱好梦，甲本爱好梦，只等你念头，讲爱言语。哇，好浪漫呢！对呀，一段很美、很温柔、很舒服的一段表演哈。哎，两位主持人，两位用的认识的，用今日有机会对诗玲姐姐求婚咯。要来儿子干爸。甲本爱好梦，哎呦，我手就赶快伸出来了。好咯，当然好咯，像黄金般灿烂，我本要戴钻石戒指的。哇，这个戒指也蛮值钱的哈。是诗玲姐姐儿子的干爹，对干爸，因为爱头发
有共下上班，因为咁樣講語言，係，是一個用詞，爸爸同事這樣，係共下同事，係，安慰創吼，冇想到人也鬧嘢打擂台比啊，有鼓勵佢啊，一直慫恿他，對嘛，安慰你也很鼓勵，對不對？對。今日要做比賽，我相信安那評審老師看得很有感覺哈。我們有請到總碧先生。好了，張老師。是，我觉得思玲今天找到了陈大哥哈，陈振飞大哥，我觉得很合适，因为陈大哥的声音很浑厚，然后特别把你的柔细凸显出来了。其实我今天觉得你有点可惜，因为你反复的地方差一点落拍了，很紧急的跟上来了。但是有一个地方我要给你鼓励，因为我今天觉得你有一些。像之前你的拍子一直是你一些很严重的问题，比如你可能会唱很多拍子是噔噔噔噔，会这样有点笨笨直直的，不晓得怎么唱附点。可是我觉得你今天那个你黑暗呀声音，一直电台给音，我觉得你这个地方的拍子唱得很顺，让我很惊讶的是你的那个附点这次唱得很好，有进步，所以我有给你鼓励的分数在里面。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我看到你很甜蜜的笑容，你笑起来非常的美，所以下次唱歌真的要充满笑容，即便你有一点闪失，可是我感受到你们的甜蜜的那个部分，所以我决定给你一个鼓励。謝謝老師。對啊，謝謝老師。這個人每天笑口常開，一定都是。也可能是太久沒被求婚的啦，突然覺得很開心。哦，又看到安太烈天啊，家崩來好麼？那當然好咯。還要插電的。來給個坤分數，好不好？好。來坤林思玲的分數。我怎麼都不知道你有那麼可愛的朋友。他很多啊，大拜都那喬木珠很可愛嘛。有些辣的。哦。對對對，今天你本事哎。你好發現心術相連。哇！下一場有一個活動，先開個嗓。來看林思玲的分數。謝謝老師。14分。這位老師，思慧老師，你有個都7分呢。佢動作地方像慧茹老師講嘅，佢進步動作對嗎？不過佢拉拍的部分啦，然後佢老毛病有一個就是佢尾音的地方，他的音每次都不準，可能因為佢拉拍了，其實緊張誒，後背有一點亂的腳步，還有一點係乜嘅冇？譬如講，你看宋一組。佢跳舞係渾然天成，佢真嘅係默契，佢利用啥可能有一啲啲魔術吼，家長練呢，佢吃到係家長練，眼神也不對，然後好像手也差一點都沒抓到，我都好怕你跌倒，我就當驚你跌倒。佢有陣時候表演，那必須咩唱表演，你喺啲台當背表演啊當緊張嘅時節，你看有咩當緊張？當然啦，當然因為又愛唱又愛跳，我咩本。鼓勵我希望後輩這樣分數對準啊！我本一定堅持講，唔係講讀到較強嘅人應該較強這樣錯啊！唔係讀到強就變硬弱，分數點硬成行，好冇？我注意下，我知道你有進步啦，唔過加表演，我希望這個再精進一點，好冇？謝謝，加油！哦，安子謝，係啊，還有3禮拜，哦，這邊啊咧。哎呀，希望陳太講吼，繼續來報名有機會就教啊咧，所以呀，你鬧起大腿越來越好教嘅嚇。唔點解報名專線嘛？嗬。報名專線。能919 388 398嚇，係啊。好，兩位報本期，要記飛啦，歡迎來啊嚇。好，謝謝，好，來可以做休息，好嘞，殺下來。咩故咩怪？林君權，哎呦，帶到什麼來喲？哎呦，係啊。哦，曾依林約充情戀。今天找來之前鬧熱的冠軍歌手曾依林來這邊跟我助陣，聽他唱歌後，我發現他很厲害。
那我一定是个遇强则强的人，发挥1+1等于10的功力来打败你们。今天得到45分是一定会的，请大家期待。心此心不变，对你的情永不变迁。望看大海无际无边，只愿千里一线牵。懵懂的心暂作难眠，两情相悦爱的心愿。望看天边一轮明月，深沉无心才爱心田。有人讲相思难言，相思苦，满从天，黑青莲，黑青莲，年下发现，心属相连。爱你的心，此心不变，对你的情永不变迁。望看大海无际无边，只愿千里一线牵。心暂作难眠，两情相悦爱的心愿。望看天边一轮明月，深沉无心才爱心田。有人讲相思难言，相思苦，满从天，黑青莲，黑青莲，年下发现，心属相连。西蒙泰卡， This is Juan。很好，文姐好。我一直挺好。你刚刚是在怎样欺负他呀？你干嘛勒他？对呀，你干嘛被我勒？啊？你干嘛被我勒？对啊，这是你的朋友。对。哎呦，我怎么都不知道你有那么可爱的朋友。哦，他很多啊，每大拜里面全部都很可爱嘛。哎呀有些辣的。哦。对对对，金明这个你本事哎。哎呀，很萌的。很萌日系的。谢谢。对。来，听看看东东老师。好了。冠军统106 V 号，那个画面真的是100分啊！一个就是帅哥，一个美女。不过回到给音乐档或者音乐的本质上面哈，你们首先
亚属各位一个 key， 我觉得太低了。因为女孩子还有上去空间，然后冠群其实你上去在一个全音或2个全音都还觉得 OK， 因为躺都全部打音，哈咪，好有这种音出来了。其实开口音，其实这个要是有开口音的，就是音高一点，开狗的位后不倒后躺。副歌的地方，有人讲上是难演，替端呢你转音没有唱好，还好第2遍你把它救回来了。不过今天最重要的部分，轻创业部分就讲这个定 key 可能我觉得可以再往上一个全音。好，或者这2个全都应该可以上去的，不靠糖啦。声音会比较亮一点。会比较亮，而且整个感觉那个对弹的感觉，两个在对唱的感觉，对唱要干不够，把行嘎提升，考虑一下调整一下，口筒音高往上提一下会比较更好，这样会更棒。好，加油！好，谢谢，好，来，讲一下分数的。可以组大门段的组合，林冠群的分数。谢谢老师，不错啦，不错。39分，你还谢老师？对他来讲不错啊。对，手牵手一起走下去，好 ，OK， 谢谢2位哈，谢谢，谢谢，蛮搭配的哈。对呀，其实女孩子有的她个子小小，她希望高高的，然后可以小鸟依人那种感觉。对，你不要乱促成人家啦，万一人家结婚了，我们又要包红包了。哦，早就包啊，1200啊。什么声音？讲到包红包了。包红包。杀下来呢？郑婷婷，带到呀，忠实的好朋友，衷心的好朋友吉娜。哎呦，他们2个真的是哈，这个搭配起来哦，天衣无缝啊！哎呀，那带到马该歌呢？成功班呀！坦克了。这次说到这个主题，我第一个想到当然是我的最佳拍档吉娜喽。大家肯定跟我一样对她非常的放心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自己对于这首《星光伴月》这首歌，有一些比较口语化，就是客语咬字的部分，要多多的琢磨，所以我背得滚瓜烂熟了。希望等一下大家帮我一起验收这首非常好听的《星光伴月》。
我等下救护车，你疯了！我等下下一场有一个活动，先开个嗓。你看你们这个表演真的是会感染人家，不止感染那个主持人，也感染现场所有的朋友。他说我吵死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哎呀，真的是太棒的一个表演，欢迎主持人好。是，哎呀，谢谢吉娜。是啊，好像没有不二人选了哈。真的，整体的音色上面的几乎是零缺点，所以我今天是给你最满意的分数。东山嘉地，梦自扎营，当初多彩的音色。主题百度根本以整种尾黑，这个帮唱里面做的最称职的。好像没有不二人选了哈。对，怎么找这？因为只有找我才会看起来比较瘦。是啊，是这样吗？对，你站在他旁边，顿时就觉得你好渺小啊。真的。对，来谈一下那个。徐世慧老师，點邊呢表現來講，其實可圈可點。然後你們其實我最喜歡的一種表現方式，就是今天看到的那種完全沒有設計過，你們的兩個的眼神是非常自然的。好，非常自然的感覺，沒有隔閡。衝起過來，我們的默契點都非常的漂亮，而且你們兩個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，因為 Gina 的低音夠厚，所以補強了陳婷婷的中高音，所以呢，按你整體的音色上面的幾乎是零缺點。所以我今天是給你最滿意的分數了，謝謝。最滿意的分數7分，謝謝君。如果我不會至少8分，我知道。因為他的標準啊，對，標準不太一樣。對啊，不過我覺得我今天看你們表演真的是可圈可點，太棒了，而且你今天真的唱得很有感覺。我覺得有他在，我就很放心，就覺得哎，我們來玩音樂吧。謝謝。好棒哦！來，非常好，看一下分數來。來，大家看一下陳婷婷的分數。哇！这么身上，謝謝東東老師。有史以來耶！哦，天哪！哇，你破我們鬧熱的記錄，真的是。他已經破很多次了。不是，你到底要破我們幾次？我們的棚都快破掉了，你要破幾次？對，會爆掉。托他的福。好，恭喜兩位，謝謝安之星的，我們睇下哈。好嘞，接下來邱志強同鄭中偉帶來 B 帶。今日我特別請來我以前啊出唱歌比賽，我認識的高手曾仲偉、鄭崇偉哦。今日從家過了8代哦，默契方面呢完全不用擔心哦，因為我們第一次練唱的時候啊已經非常的好了。那這次啊挑戰他的一個溫馨的曲風啊，出情感的方面哈會有不同的處理的方式哦，請大家敬請期待。一條八帶來傳情，傳出那愛子千里情。八帶重重牽重新，牽出對情感該傳心。客家花圃做東山。乍風將你夢字無重影，花圃東山來家披天寬地土，愛自然不是假，巴拉巴字大心下字你心。把自看，人生該瞬間，繞牽背掉讓干面。動呀動，動自
自该寻，论自该寻。东呀东，东山嘎顶，梦自扎云，东出多彩给你谁？客家花圃走东山，夹风沾雨梦自梦出家。花圃东山来家皮，天宽地土，爱自然不是假。巴肚绕欠袂掉，也甘美。东呀东，东自该寻，论自该寻。东呀东，东山嘎顶，梦自扎云。东出多彩给你谁？梦自扎云，东出多彩给你谁？子坚好，钟伟好啊，对，见面了，嘿啊，对，所以这首歌也是一条歌很中意写下嘛，的，爱写的，嘿，哦，好听好听。那上到特别细细的时间呀，看到那个。其实这都是爱妈妈写的歌词。哦，你妈妈？嘿，爱妈妈写的歌词。你妈妈厉害啊！他妈妈很厉害，哎，就是跟我一起合作，然后我都就是写曲这样子。你妈妈也是一起合作吗？还是不是？还是一个文学老师？就是他就是在家无聊乱写。对，他其实他非常认真，他就是只要我跟他讲说，哎，我写马该意思的构词啊，他就把它写下来。哎，对，非常认真。哎，这个才华真的是遗传的哈，有其母必有其子。夫妻配合哈写词曲的。或是好朋友配合写词曲，或男女朋友很少看到母子，真的要好好来发扬一下，好棒！对，而且妈妈就是她不但支持我做音乐，然后还就是身体力行，就是帮我写歌词。那你请妈妈写词，你有付稿费给她吗？有，每次就是如果有机会得奖的话，我都会对奖金都给妈妈。这个是那个词曲创作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是有智慧财产权的，对不对？妈妈还是占一半的，有没有？陈玉梅女士，对，刘玉梅女士，姓刘。你是跟她之前做音色的呀？嘿，有就以前又出某本比赛，就全国客家的，我们都会去。之前有参加过比赛？对，在这个桃园的时候。对，其实那时候我听到子谦的歌，我就觉得哇，好听哎，然后我就去认识他。我不是吧？我们是互相欣赏吧，就觉得声音很好听，然后互相欣赏。对，然后我就加他脸书啊，加他脸书，对，我加他脸书啊。然后你密他的，对。然后那时候就是子谦之前其实是在做不同行业，是在做手机行，然后那时候我就鼓励他说，因为手机行可能就是30-40岁都可以做，那你年轻的时候真的要。趁现在赶快冲刺自己的那个，就发展自己的兴趣。对，他现在很好啊，很会唱，只头脑有时候就没有带出来。常常歌词就忘了。我看到。那个哲伟老师，嘿，
帮我们兩個吼，兩個真件算愛寬胎吼。鄭中偉特殊的時節，沒從民歌西餐廳嘛，哦，他一直都表現得很好。我們懂沈夢陽媽媽哦，用米姐姐，真嘅拿到錢都下多口。我很喜歡他們的作品，這個母子的組合常常本人啲糖豆、糖豆、客家、當叫無糖豆嘅，譬如講啲書吧。但係我先講一下，我今比對我來講，我當氣氛量啥表現，因為今比真的是幫唱天數啦哈。我吃到2組第8度，今比整種為黑這個幫唱裡面做得最稱職的，因為基隆今比嘅主角。邱志強當到嘅聲，當到嘅感情，還有我以前冇看到嘅邱志強要帶出來。就像羅太哥講嘅，聽姚哥講，佢大概都啱見窗啦，頭腦冇帶出來，佢見必要喎。以前叫做鐵漢天天，當啱鐵漢，佢沒有柔情，見必真正未來利用啥有一啲火花，用這種歷史歌曲第8度比較細膩的感情唱出來，比如講花不動心來加。有大家背那首歌哈，那句我之後邱志強唱得當好，還有最尾當出多彩嘅眼神，跟係我冇談過邱志強嘅聲，還有加感情，弄嗰位合起來嘅感覺，我知道用晒默契啊當好，還有我當氣氛嘅用啥當刺眼的表現，他不做作，完全是感情的流露，跟我好唱兩首歌曲嘅感覺。古時候講對我來講。我本期量啥當高的分數，我當氣氛量啥表現，什麼意？對，因為這位老師以前也是這種重唱，這種出來的，對，他非常的有感覺，對，很有感覺，很有感覺，他的同班同學，對，因為那兩個設計，我覺得和聲的設計啊，但是我必須要說，他們今天幫唱的部分，我覺得他的角色做得非常非常好，量啥都算職業級的表演哈，鼓手工很有可能都會互相搶。可是兩個都沒有，我覺得他把主角還有主題放得非常的對。鼓手講我願意本量啥當高的分數。哇，好，按你做嚟看一下咯，看兩位做嚟拿到一道分咯。看邱志強的分數。恭喜兩位了哈！哎呀，謝謝你的幫忙哦。好，謝謝，都來節目唱好聽的歌，本來所有觀眾朋友來看下呢。好，謝謝安志姐，謝謝，好，回做消息。好，今日嘅分數啊，按你精彩的，哇，有的拉距非常高，有一點落差呢。我要見還有上禮拜啊。係啊，上禮拜才變嘅哈，當然希望分數高嘅吼，就好好穩穩的唱。係啊。應該如果保持定，係大家加油。係啊，分數較大就較拼着，較努力着嘅，吼，拼看啦。安尼流行歌曲主比賽，多謝欣賞，謝謝老師，各位老師，謝謝安志生哈。好，安尼就看傳統組嘅比賽要來。好。哦，一下今日安尼傳統組嘅安尼冠軍積分賽比賽啦，嚇。第4禮拜咯。第4禮拜啊。嗰腳哦。韓腳。嗰種第禮拜用嘅。好，4禮拜嘅分數啊嘅累積都樣板嗬，目前還唔低，係啊，但是我比賽之前要介紹我哋評審先生，嚇，係介紹我哋嚇。姜雲佑先生、李敬明先生、李秋霞先生、王必水先生、曾明珠先生。先有請到姜雲佑先生來講一下評分標準。大家好，恭喜大家都進入了那積分賽主題嘅積分賽。今年嘅主題係乜嘅呢？就係大家應將你生活當中嘅經驗啊，感覺到一點共用嘅事情，只有光彩嘅事情呢，添到你嘅日常歌詞當中。唔過呢，我發現你還係注意到所有唱歌嘅人當注意嘅基本功，所有嘅表情，所有嘅感情咯，大家加油！主題就係非常請講用嘅時刻，很愛第一名，很愛第一名，叫我第一名。哎呦，談到第一名，大家目睭就當當嘅哦。你最歡樂的時候，這個感覺最輕永恆的時間來叫。歌唱比賽時間。這樣時間都第多名。冇小心第一名。真的啊！這個那個八大對亞洲新人歌唱大賽第一名啊！對，哇，第一名嘅嘛。
第一名哎，田不用黑的，可就也是我们同公司的吴俊宏。吴俊宏啊？对，他第2名。对，是蒙面子啊。大摆比赛吼，就拿囊茶本爱啦，拿本本爱食啦，东快型的。啊，许志豪嘞，许志豪第2名。唔知哦。唔知哦。但是他也目前的发展都同好啦。啊，咪的都发展的同好。我嗰樣時咩，我啲台師參加歌唱比賽出來。我喺排聲咁樣第1名嚇。哎呦，個計弄晒。你是當這，超級夜總會。我那時候跟我同期比賽的哈，有嗰樣方文琳有。哦，真的嗎？他很會唱歌哎。他很會唱啊，人又漂亮，而且現在又很會演戲。對啊，演媽媽，你看演的這個角色非常，從少女開始演到媽媽。是啊，第1名。哎呀，所以這個是那天他咳嗽嗎？還是感冒？什麼意思？那個文琳姐那天剛好感冒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才第1名這樣。來，介紹下今本日的參賽朋友 TVC 乜嘢呢？小純帶來平板。來談個啦。你有錯唔錯嘅？有啊，快睇，難怪我見咗。那是什麼冠軍啊？對啊。哦，參賽者只有1位啊。来念伊比赛呢，就交到真好的朋友。其中呢，他甲我向下互相来研究用的唱歌的方式。他甲来分享，念迄个来也比赛甲得到真好的收获。我希望呢，我礼拜做得拿到年度的第1名哦。大家同我加油！宣传记，大家好。哦。你好。比到一個階段呢，吃到乜嘅感覺？當建造。建總擘開，今日主題真符合唔嘅。用嚟講，而目前的分數累積第1名咧。嘿，呢種呢，真係叫你第1名呢。唔來也必安叫嘅，講真呢，看樣個電，做咩電也白天天，搞冇真係本電到，就坐上 V 面炸嘅玻璃。啲藝術。好嘅唱，今日唱唔錯嘅嘛，咁有啊，快睇，難怪會見中。
我讲到也心情係像我頭擺比賽時節有冇？比到第一名嘛，第一名嘅位嘅，嗰件後邊人超爽來，亦壓力，結果係從。哎，切架冇咩好切架。哎，咁我欣賞冇彈出來，對。永遠有欣賞。好來，江老師。小春小子嗬，其實你啊，響報曉得嚟嗬，人講今日歌詞長春夜當講用當講彩嘅事情，你呢在歌詞上面呢也好有報曉，就講當下嘅心情。咁講呢當下嘅心情呢，有十分嘅緊張哦，所以呢最後一句嘅歌詞是唱錯啊，唱唔出嚟嚇，所以我相信呢真是還蠻緊張。咁講呢比賽到最後尾呢，大家比嘅就按到穩定度，係，所以加油啦，嗬！加油哈！加油啦！先嚟睇下分數啦，好嘛？係啦，小春嘅分數。你看115哦，那後邊說懂音準、懂努力的標準來。冇要緊啊，後邊係有啦，嗬，加油。今日係你主題嘅第一名嘛？錯。所以你這個因為唔乜嘅同學第一名。比賽當到擺，搞到當到好朋友。唉，搞朋友第一名。係咪？搞朋友還有分名次啊！對對對，搞朋友第一名。有啊。好，唔剛剛一個提一個比賽時節過程當中，最好嘅朋友係嚟嘅。有啊，今日要請我好朋友來。你帶下朋友來啊？係啊。有朋友。飛水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好，按到參賽朋友，因為我因為其實唔親好嘅朋友。都相愛啊。都相愛啊。相。還係你吃到一聰唔養順就該當好朋友。咩幾流行族嘅，係比流行族認識嘅。哎。哦。搞一流行主義。見樣板相啊，啊。有乜嘅衫也都做唔得咧，我唱幾樣嘅改衫。哦，曉得貴賞哦，哎呦，好厲害哦！所以好朋友就是好朋友哈，他認為你就是在他心目中的第一名就超過了。對，哎呀，好好珍惜。認識這個參賽那麼久了，就只有一個好朋友，其他都不是好朋友哈。目前是敵人，盡量把他打倒。好來，加油加油！好，加油，會做休息。好，做我們的有一點的閃失。你的閃失，你看分數都跌下來。係啊，那時候我們比賽是這樣子。好，很恐怖。加油哈！好嚟，殺下來。鐘漢一帶來樂山歌。彈開啦。唱山歌俾我感覺真快樂，也真感動。尤其在紐約大擂台嘅比賽，一比就會加張熱。當中嘅比賽方式老主題變化真多，每幫我學習到真多。接下來比賽我要繼續加油。咩希望大家人嚟鼓勵哦，希望做得拿到好嘅成績，希望大家。擂台比賽。
来天天主持人哈，太感哈。嘿，颁奖典礼。哎呦，好，啦啦啦啦哩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冠军啊！我们现在还在比赛，还有按冇要给跳到，你干嘛？你就给这叫做颁奖给人家。跳到也係交朋友第一名，啱過也個真係係全國嘅第一名。哦，對，冠軍歌手。哦，也係有個你忘記了。二十六季嘅冠軍獎杯都走嚟，哦，所以你感覺這樣是很輕光榮嘅事情，係嘛？係我印象最深刻，然後去到南土最高嘅比賽。南土青歌，因為我杯嘅比賽睇入就係初賽，嗰條是決賽。按鬧嘅係按鬧嘅比下來就係夾張嘢。所以一個係種長期抗戰。係啊，長期抗戰，但是拿到第一名，好，都可以啦，好。好。一拜咧。你吃到給咩用？認真啲啦。認真。移動較低調啦，韓毅姐姐比較低調。順其自然之操。快點快慢拿到年度嘅哦！第一名係大家追求的目標啊！你盡力。是。唐嘅是的啦，唐嘅是宇雄啦，宇雄啦。來談下李建明先生。那個總小子創下數多成個哈，都嚟講從頭到尾幾個穩穩嘅哈平穩創下來哈，行事那個運強各方面哈全部做得哈就講迄個愛調幾個系列。嚇唔好為所可能，佢評審要嘛嚇，感謝評審的審嚇，佢就嚴咧，後背講要帶強為下好，因為咧就嚴用而家算他在運的時候已經硬到佢頭啊，感謝評審卡定咧嚇，嘅感謝評審咧，就係評審咧，評審了，要帶你啊嘛嘅嚇，可能會下好啦嚇。強每樣嘅強會下強啦嚇，但係當然佢俾人創啊，也唔係講唔好嚇，意思講會更加嘅好嚇，呢隻部分嚇係因為多成個正然講創起來自己技巧方面係十分多嘅嚇，同時就講我感覺佢創到當小事嘛嚇，其實還可以盡量將佢嘅心情攞佢發揮出來嚇，係就講比如做到賞情並妙嚇，係上分數會個下降啦嚇，個加油誒。好，安子謝，安子謝。看這個看一下分數啦，好，好，來看總韓毅嘅分數。47分。啊，44啊？係咪？哦，對對對。47分呢？哇，有幾位啊？一衝係變很多分啊！唉，嗰個是雙一位嘅吳秀純啊，佢喺莫創唔錯嗰時，唔同佢有變哦。係啊，嘅分數哦，係啊。你看面色冇嘛好，有用的呀。啊。秀純加油。幹嘛你把這個獻給他好了，更氣是不是？你在侮辱我？開玩笑好了。好，恭喜恭喜哈，回座休息哈。哦，來接下來。分選歌羅思妍帶來平板。之前在苗栗頭屋桐花季有舉辦客家歌比賽，拿到第一名。那是我第一次拿到山歌的比賽冠軍。雖然唱山歌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，但我會一直努力的學，希望在阿公的指導下，下次拿到冠軍獎杯。
嗨嗨，主持人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哦，你好哎呦，哇，家下唔快，输人不输阵啊，输人唔输阵啊，吼，哎呀，家下拿1只奖杯天天，已拿到2只了。以双冠哦，以双冠军哦。双冠军啊，你那个是什么？我是今年的，那要今年呢，要跟马来西亚介绍一下。我去澎湖参加童话季的山歌比赛。今年的。啊，你比这个闹热，你怎么还有时间去比这个童话季？4月就比了。哦，4月就比了。今年4月。哇，那是什么冠军啊？对啊。哦，参赛者只有1位哈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那参赛者有几位啊？17哦，那里面有没有里面有没有闹热的选手？里面好像有。好像有。又被你杀掉了，是不是？哇，很厉害啊，太厉害了！还好我出生的早，不然我就被你杀掉了。来，先躺一下那个。秋霞老师。哦呦哇，会闪到眼睛。哦，已经有带金牌了呢。来，安尼4年哈，长期开始比赛多了，能够讲进步程度，哈。当然，一开始甲老师都该音乐这回是开始你的声音表情哈，你的表情就肢体的律动是开始有的哈，这个是一个可喜可贺的。不过你注意一下，你每音的输音，你的控制会好一点。尾音每音弹的什么？唱到最尾嘅時，你嘅輸音控制好咧，因為你都後邊你只感覺你嘅希望嘛個足，係你嘅口型發音再拔開來。你講唱歌真嘅唱到堂，你嘴巴張開一點，不要說不像含一顆滷蛋在那邊，這樣子的話，你的聲音就不能夠很明放。要注意了，你要幫只個一個建議啊哈，係你個流個音跳重誒，我們唱歌的個裝飾音。好，用這是懂這個裝飾音是要輕柔一點啦。好，你做唔得講，係注音那個裝飾音強到暗重，你要聽那個歌詞歌曲就沒有那個感情。所以本地你在建議，但是你今日進步程度加油。今日看唔好現實哦，你唱個動穩。你唱到一後背來啊，攏冇乜款咧，換天嚟啦。不要講到嘅唔敢換。來看一下分數啦。嚟，繼續看老師人嘅分數。唔是想到講啊，我拿到要給獎品，因為前輩很多。天分啦，運氣啦，再加上努力啦。係啦，你可能已經冇參加其他比賽，你冇得到那個獎，冇獎倉。有啊，你冇帶來啦？來啊！哎呦！高原了水啦。來看一下分數啦。來，繼續看老師人嘅分數。有大傻子很厲害喲哇！傻屁喲！恭喜哦！恭喜哦！乜個是第一名哦？哎呦！今年分數第一名哦！啊！認真哦！好，哎呀，拜託拿一啊！啊，還有書盒拿嘛？有啊！有叻嘞！有哈！哎呦，小心哦！然後哈，冠軍當得錢啦，殺下嚟！美濃之光總向曲帶來老山歌。看看啦。其實勝歸比賽做得拿到第一名，真嘅我想都冇想到嘅事情，因為當時我學唱山歌唱8整日嘅時間。不過非常感謝評審老師對我嘅支持和鼓勵，希望我做得嘅年度冠軍賽嘅下拿到好成績，繼續唱山歌俾大家聽哦。山歌，正夜郎呐，秋天。
參加。嘿，两位主持人好，美浓之光。哎呀，俺米农哎哈，嘿嘿嘿。你说俺米农，俺米农都搞本了哈，俺旁边歇困一下哈。好，跑去比甲比比零下来，来解释一下一个乜嘅情形。也係你嗌15季嘅下拿到冠軍。哦，季冠軍啊，15季的哦，季冠軍啊。這個也是我學習3個8個月來。參加熱鬧打擂台的成績，鬧熱打擂台這也是最光榮的時刻啦。唔是上到講啊，我拿到一個獎品，因為前輩很多。前輩啊，讓我參加這個節目，進步嘛挺多啦。冇乜嘅經驗。啊，很多人拿到安樣吼。可能評審老師本來幾多會指教，人生本來就是很多意外啊！那像講哦，哎呦，衝過比賽，衝啊練練個，原來就參加比賽就變冠軍。衝係歌詞用嘅，好運呐，好運哦，好運拿到啦，天分啦，運氣啦，再加上努力啦，對，好，很棒。嘿，你來談一下呢？王丕書先生，其實音樂上啊，走得動豪邁的，那這個。老山歌啊，就是要用，其實是要很放或是很豪邁的那種感覺去唱。不過根本你唱得動保守啊，唱得很保守。然後聽一集到提四集哈，了解 CO 跟那個拿豆，我會覺得如果你要用講的，就用講的那個口氣；如果用唱的，就用唱的口氣，可以再表現更好一點。包括尾音。低下來的時候沒有控制住，所以整個有點聲音扁掉了，有點可惜。謝謝。哦，有點可惜哈，哎呀，但是有點打爽哎，怎麼辦？係啊，但是分數讓其他先生教冇冇咁樣嘅境界啊，都打出來。係啊。咁我先來看分數好唔好？好啊。好，來看縱向曲嘅分數。好嚟。謝謝三哥。100分，還有先生咩這樣李老師，對，李老師，你認為9分係乜嘢原因？有肯定是不是？基本上嚟講，佢大家都唱歌，真順啦，唱得真順。當然像前陣王老師講嘅洛山歌佢是韻是上，佢上佢唔敢，佢稍微唱下穩啲位嚇，下平穩啲位，所以佢就保守啲位唱。佢做得到佢，佢變出嚟嚇，將啲感覺啊嚇，將佢唱嚟嘅比如講唱喺西澳嘅啲嘅真學行嚇，啲就比數嚇，而講唱。他舊的做，但是後背吼，何俊拿到第1名，係感覺咧就非常做嚟標出來，嘿，做嚟拍標地位，咁仲係感覺，當然分數會更加嘅高。啊，只是你們兩個天分好，可以做得打通所有嘅安尼評審線上，哎呀，大概分數就9分嘅話都冇問題嘅，啱嘛？加油！加油加油！恭喜啊！可以做休息哈。本日他個全部拿獎比的點哦，有拿獎比的分數較高。哎呦，奇怪，下一位唔對我拿乜個東西出來啦？當然的看那是好。嚟，總迷陣帶來平板。睇過啦。當初學山歌嘅時節啊，學冇結構是冇上嚟學咧。啊，後來咧朋友咧見向我倒轉去學，冇想到我倒轉去都見唔嘢啦，反正。越學越有心得，越唱是下拿到做得拿到個技巧咧。之後咧，今年咧到個聘請辦200嘅山歌比賽，我都當幸運啊得到冠軍。希望今年我咪做得有安樣嘅水準，得到10個分。
有嘛个拢无咯？根本你从拿个奖毕业来吼展现哦，本来所有的观众朋友看，哎，因为一点年呢，所以啊，一身轻呢。歹势啦，伊可能因为无参加其他比赛，有都嘛个奖毕业嘛个奖创，系啊。伊比赛最认真应该就闹人大擂台啦，吼，系啊，就无奖比啦，吼。有啦，哈有吗？啊，你有冇带来啦？都该来呀！哎呦！哇！最认真的迄个咧，因为经验跟品真有办同个地方对办2次，同时2场都得到第1名。2场都去？对啊。哎呦，有喊是去啦，无喊是无去。哎呦。哎呦，讲安尼啊，有行啊就去，无行啊无去啊。那个多有行啊，这还经过就是参加比赛啊，就拿到冠军。哎呦，侥幸呐，侥幸大家承让的。哎，等一下那个民族先生。咪真基本呢，有嘅我想要拿到第1名嘅嗰種氣勢嗬，架勢非常嘅強烈，所以佢唱出來嘅歌啊嗬，因為講佢基本咧嗬，嗰種非常嘅輕鬆，所以唱出來。主要有幾點啊，所以我也冇嚟扣分呐，但是佢嘅輸贏嘅猥瑣啊嗬，糖多了比那水。喂，每人佢會加隻 A， 哦，再來是品真了 A 下，有了 A 下，哦，佢會加隻 A 下，係咪嗬？習慣先啦，但是我冇嚟扣分，因為佢根本嘢嚟講我唱歌非常嘅私人，加油哦！好，謝謝，好，我哋就嚟看一下分數咯，哦。觀眾咪真的分數。前面用所有參賽朋友都按槍啊，分數全部按高吼。動聽嘅迄也先生。係咪吼？個撲大撲嘅咧，撲到變埋就行得太長。對對。啊，終於很記住你愛的抱抱啦哈。哎呀，好。啊，謝謝哈，謝謝恭喜恭喜，去做休息。還有當到好唱歌嘅朋友啦，哈，啊唔對用版嘅報名，哦，報名專線再同大家報告下嚟咧。0919383998，還有純真天發0227778231。好，你也得到報名哈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嘅收看，以外呢，還有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，謝謝，辛苦我們的詹老師，謝謝老師們。好。同時大家忘記得啦，下禮拜同一時間嘅收看呢，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向下來，再見，拜拜。